数最低的，你要走上天堂路。你比学弟唔当公司法，或者学姐。哎呦，我没有录音哦，我没有录音哦，哎呦，前面哦又亲强，哦，工作人员想要靠你做准用。你睇架都講好嘅啊，然後咧講快嘅，係談到催態嘅問題哦。誒，就係。老年大擂台，老年強下來。哎呀，老年哎，今天你要冇呀？非常的老年啦哦。正年輕老年。因為下禮拜係端午節，五月節。哎，剛好6樣的時間來撈到下禮拜的中元節。真的，我也是有這個誤會，真對啊，嚇死人了，真的哦。今比算呢，特別計劃嘅一個節目啦，跨界太挑戰，冇錯。跨界套用版跨界套太挑戰，就是可能是陽界跨陰界那種概念。我啦，陰界見啦，冇用過。哎呀媽死你！哦，還不單是跨界大表演了啊，唱到非常專業的，不得了的評審團，金光閃閃，評審團，金光評審團。哎呀，好棒哦！哎呀，對，很冷靜，有沒有？哎，今邊呢個參賽朋友，按照照分數了分高台哦。冇錯。係啊，誒，分數真好嘅來看一下。看下順風嘅燈嚟要冇。冇同樣嘅 V 啊，變錯嘅，又睇又細啊，又睇又細啊，坐到佢低下去，坐到低下，還有行下吹歌啊，係啊，吹歌啊。唔看順風，哦，健康步道有沒有？健康步道，這天堂路，天堂路哎，哎呀，不得了。這分數最高可以坐上寶座，分數最低你要走上天堂路。對，還有摩多60分呢。哎，摩多60分。唐公咧起鬼息啦，整集都在那邊，而且不能穿鞋，比到太這個還艱苦。但是還是有獎勵啊。哎，有啦。分數清國，我們有5000塊的獎。5000塊呀！25個小朋友。還有5000塊啊！哎，在這個疫情當中，大家少賺了很多錢，對不對？5000塊也是錢啊。就應該來參加鬧熱啦，參加你鬧捏去抽。好來，好，來，馬上的進行級別比賽，馬上的分享 TV。鋼鐵小甜甜。好，鋼鐵小甜甜。小甜甜。來，快點買來。哇哦！這是第17套衣服嘞。看到貴了嘞。5月節嘞。5月節嘟嘟咁包到種裝嘅樣誒。嚇，按用嘟嘟後啊，應景嘛。跟住要帶嚟乜嘅精彩表演啊？睇家來跳舞。睇家來跳舞，好來看一下，來啊！风尘了，不是一头树，看你树看树，走看牛，悠悠树，飞飞树，是否扭一扭？跑跑树，心欢意来跳舞，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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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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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飞了飞了飞了台上唱歌跳舞，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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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是跳舞。風塵了，大家來跳舞，樹牽樹，and 係好朋友。風塵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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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天半夜風塵了，不是一頭樹，and 你樹牽樹做朋友。悠悠樹，微微樹，是否扭一扭？跑跑樹，心歡意來跳舞。
哎呦，叫小象队哦，哎，一组啦，一组。来，刚看到那一个水桶在游来游去哎呦，家政你没有说油桶，哎呦，你这个哎，油桶你有比较高兴吗？油桶哎，你这个会让我们那一些不是客家乡亲的朋友，他们看到哎哦，会笑死你们笑死，哎呀没有如果我不会丢他的面子啊啊，不会吗？因为应该没有跟。好，哎，不过看得出来他很认真呐，真的。讲真的，哎，你一个从没有尝试过的一个新的事物，那哎，唱跳歌手不简单呢，真的，跟某简单呢，很像你两种身材，嘿嘛，我喘气喘我了解你，没关系，你休息一下，我讲就好。哎，对，那我们现在就请哪一位老师来。等一下，这位老师，都很像那个赵明先生哦。哎，很厉害上攻来开始攻击一下。没有，我不会攻击啊，人家近看，如果哎呦，雕吹谁的舞哎，哎呦，我升级的不能雕抽的编舞哎，哎，雕吹谁的舞哎，舞哎，好紫心鱼哎，紫心鱼，而且现在哎芋头是很夯的，3年前的3。安利很最重，哎呦哈，中年真的重，所以个身材一步子都一步，吃的很好。嘿，故说讲我，嘿，来本的粉丝有赞吗？有赞啊，2赞吗？59减1。因为哈，那粉丝没相加或乘除，我们是用乘的。譬如说我给100分，他给0分，还是0分？你是用乘的，是不是？那有那个0分就全部0分了，是这样？快板上，快板，你们就是要让他走天堂路，你知道吗？对啊，就让他在不要让我走，不要让我走天堂路，来踢一该踢到水门那么粉的。不会啦，你有穿袜子可以哎，你钢铁小甜甜，你那么粉，腿脚是钢铁做的。可以谈，来，哎，那个唐一下，那个雨乔来讲一下，雨乔有什么那个想法？例如今天的表现让我血脉喷张，然后是不是血压都高了，对不对？不是，就是很嗨，然后我喜欢，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团的高老师他都有在运动，所以我要推荐他以后去健身房的时候都要听例如的歌。好哎，可以吗？我觉得可以。老师，你觉得嘞？要不要配上画面？高老师，我告诉可以。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做重训。重训？你是说例如放在你手上，你这样抱他，新娘抱的意思吗？那个。等下让你抱他上那个讲那个，要不要试着抱一下来？好，不要搞老人家好吗？高，我搞一下你的当皇粉丝呀，就到今天结束了，好不好？哎，你搞不好以后真的就抱大提琴了。没有，他的那个当王馆以后就生涯结束在我们那里。来，快一下分数啦，快一下用你分数比较实在，对啦，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分数，一下到了20分、30分、40、53，还有继续，哎呦，不会天堂路了，怎么有点低啊？不会天堂路了，再高，切身粉。不错呢，第1名哦。对呀，你还第1名哎，后面的不要乱冲哎，对吗？至少不用站在上面。对，那先给你坐上卫冕者宝座，好不好？哎呀，你 TVB 常追嘛，不是丑谁啊？丑谁好？那个皇冠可以拿起来，你不要坐下去哦。声音。有的人就是没有做宝座的命，真的哦，真的，要上去都腿软，坐来会摔掉。哎呀，很奇怪哦，哎呀，来，杀了亚比哦，不得了，算是我们的闹捏之花啦。哎呦，这样讲好像得罪4位老师。对啊，没有，他也是5朵花之一。哪5朵？下一段解答，好不好？没有，4位老师不一样，他那种纯情的花。纯情花，纯情白色的花，那不一样。我觉得你这样真的很刻薄。那这位老师又是什么花？这个野花。野花。路边的野花，我很想采，那就采一采。会累吗？好了，来，欢迎亚比尔弄满耶。哎，你的罗莹莹。哎呦头晕啊！没有拿过枪头晕的，是不是？哎呀，哇！哎，请问这位小姐，你是哪家酒店服务的？我是好辣，团出来吗？唐德女郎啊！唐德女郎，
阿莫讲哦，补充，不要这样。最近疫情的关系，我们老板都不让我上班。你可以转变成那个，所以来上节目了，那个传播啊，这样子是。现在不要讲这个。好了，哎，可你今天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对啊，感觉厉害。平常都是传统的那种嘿，三台跳的，根本冇通用的。係哦，來看一下，見到個精彩表演啦，來看下，眼光漂白嘅世界，講下花每半同學呢，是紅玫瑰嘅拍下，聽說過女。也夾進那種冷冷氣，撩到你愛了海邊，告訴你走來走去，真神奇。都裂下，我那裏教你學法，讓這副基本嘅門後你輕鬆可慮，來講一講你。好漂亮，誰會安靜敢講一聲夢裡？有空來玩，又喊來了，吃飽了嗎？吃飽了夢，最後愛好了你愛愛你，愛愛你。講一講你好漂亮，誰會安靜敢講一聲夢裡？有空來玩，又喊來了，吃飽了嗎？吃飽了夢，最後大家跳下來後，最後大家跳下來後，最後大家來後下家吧。真的跨界，真係無空嘅表演啊！特別頭都要衝嘅神果咧，要不好咧，走的，性感路線很棒。對，我剛剛在那邊看，我覺得你真的很像那種女公關，有沒有？媽媽桑那種，就疫情不是的，有某酒店那個女公關確診嘛，對不對？有個電視台打錯了，是羅哥認識的，沒有打錯了，他說我很久沒去了，真的，打錯了，他說哎女關公，女關公確診，有哇，神明降價，邊下應該冇人改嗬，創嘅事，冇簡單咯，因為我會講下，所以從兩條過嘅時間，自家從因為我想講，因為比手勢啊，哈，要動作和因為有反應嘅部分，係，所以我就會想講，我撈啲配戲來按表演一些很唔緊張，結果關於撈黑法，分唔清楚，係，就係佢會從關於嘅時間，對，我唱到黑馬戲嘅，我還唱神紅會掛嘅牌誒，然後一直唱成。請說客語，然後吃飽了嘛，前面他有一句，頭前就有一句係，就是講國語嘛，吃飽了嗎？吃飽了嗎？然後後面就會後尾就會，吃飽了冇，然後我就會唱成吃飽了冇，吃飽了，就是問自答就對了，對，一直唱成客語。哦，搞不清楚，冇簡單嘞，大要性哎，大突破。就像要現在叫我去唱 rap， 我就沒辦法。你可以啊，你常常唱啊。有嗎？有啊。南部的口音，北部的口音，有嘞。來，是不是？來唱唐一哈欣賞過沒？你流行族的啊？同事。我們鬧熱五朵花，這個我會點哦，這個我會點。哎，這是老師，比較清純一點的。哦 ，OK， 我還是當我的歐巴桑好了。OK，對啊，別這樣。搶手，我跟你講。OK，他
他的流行歌哦，真的是也是真的是一级棒，真的。其实平常时啊，其实英老师到摆评分咧，全部喺传统组较多，跟给青总要不要铺分啊？然后看给流韩国，哎，我们要不要换一下？换一下子，你品传统组位啊？我看我，因为他想要穿少一点。我不要。赖老师绝对不肯，不答应。OK， 一边也知道，音乐真嘅道厉害。嘿，其實有時各位無按好創啊，都講伊講誒，一下一個年下要行年真嘅無馬好創。平常時喺講嘅嚟講，其實我咪冇按嘅。從創始間比創那邊啊，平常時咪段時間咧練習咪沒冇按過，真嘅無按過，太厲害，太厲害，佩服你，真的太厲害。佩服，那分數應該感覺不錯哦，有人要下來的感覺。對。快要分之後嚟啦，來，看茵茵終於拿到一條分。哎呀，看茵茵的分數，跑得很快呢。70分，50分，67、68、71、71、73、74，哦，75，過來，76、77、78。哎呦，還有冇？還有冇了？78分。78。哎呦，你看剛剛那個水桶，那個水桶，他的皇冠跟權杖都帶好，去把它拿下來，去把它拿下來。你以為你剛拿了呀？你以為你會坐定嗎？你還帽子戴得這麼好啊？沒有，去跟他換回來。對，去把他帽子拿起來戴。對呀，你挺翻過了。還有他的裙子，把他趕到另外一個位置。很容易啊。哎呦，還幫他掛。還有，哇，好有愛哦。哎，後面看起來好漂亮哦。什麼後面？前面比後面還漂亮。我怎麼覺得剛剛那個弄皇冠很像母後？真的啊，真的嘞。母後，誰是母後啊？重點。哦，麗宇姐。例如姐就母後。母後跟女巫嗎？哦，哎呦，我在說誰啊？不好意思，我剛頭暈了一下。好嘞，哇，上來，潘怡 V，曼妍呢？哇，搖滾名模。搖滾名模，來，掌聲加尖叫一下啊！你看到沒有錄音嗎？哎，兩模更加同手同腳哎。哎呦，美女吉娜好，你好，你好。天意給所有的鄉親朋友排七個5月節快樂！耶，5月節快樂！今天這個裝扮，它剛出來，應該是要貓王的音樂才對啊。對，貓王。一個要連上出來啊！可是我覺得應該要放七龍珠的音樂。對，因為他根本就是賽亞人啊。你就唱七龍珠啊？超級賽亞人，像七龍珠。這假髮誰給他用的？對啊，那個髮型師是在整他，知道沒？讚，他說讚啊！讚啊，讚啊！牛中一郎哦，安尼就好。哎，今日準備乜個精彩節目，表演舞台來看嘛？有哦，閃亮貓王的女王表演，再講一個。閃亮貓王的女王，閃亮貓王的女王，女王哦，女王，閃亮貓王的女王，那你就是閃亮女貓王嘛？我把它歸納一下。對，好，來，看一下閃亮女貓王精彩表演，來。哇，剛剛中間有沒有？阿彌陀佛。你嘅見樣眼裏的心有冇散去？後堂，真的，第二條歌還真適合他，真的很適合。對呀，哇，聽起來很像在唱歌仔戲這樣。十九通山沟。
feel 哎，很厉害哦，真的很有 feel 哎。嘞，我刚想讲哇，完蛋了，这一段表演那个歌名休息啊，哈嘎天使的那个，真的没有。对啊，阿弥陀佛都出来了。这个是你有生以来表演最棒的一次，真的。真的嘞。哎哦，用按腔咯。嘿啊，嘿啊，韓語，韓語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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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哈哈，你看你在穿鸭呀？我就在這裡，我真是看着你。各位堂友舒適。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真是看着你，这就是我的 feel， 这就是我的 feel， 就是这我自己，就是这我自己。这是什么？加嘛干？叫这是甩炮吗？叫麦克风。麦克风。哎，有梗哎，掌声！谁掐你的啦？你怎么还会这一套 ？FU， 他是说你的歌叫我的 feel， 这位老人家，我等很久嘞，但今有他，哎呦，有跟随时代哦，没有退流行。可是分数已经交了呢，我交了哈，这样就不用扣分了，还好。他刚才像后面这个会加分题的是吧？不过他刚刚中间有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连中嘛哎，什么阿弥陀佛，哎有 feel， 哎真的很赞。公平哈那一边，公平哈，像那边哈，关拳。好了，耍宝之王来哎呦耍宝王跟耍宝后，哎呀，我感觉哦，你根本应该节拍哦，清准。哦，该音准要清准哦，节拍音准啊，清准啊！哎呦，哎，你清准 ，rock 没有在跟节拍的哈。根本你哦又亲强，哦，不说呢，应该是会拖你做朋友。抓的，哦，因为你来新娘抱来，新娘抱来，新娘抱，還先帶這送入洞房，送入洞房，送入洞房，可以放下來哎。好了，小心一点啊！来，冠军，你中风了，换抱他，快点！要帮你叫救护车吗？换抱他，来，麻烦了。冠军，换抱他，哎，快点！你怎么走掉了？来，我还有右手可以摔啊，来。哦，赞誉有加呢，真的，圈粉呢，而且唐一汉的唇面呢，洋妞来搞。我真的觉得太棒了，太棒了，是不是？没有。乜嘅呀？鏘啊！突然出現了歐洲語氣，他都懂鏘哦，他都懂鏘啦，看一下分數落嚟啦，看一下幾分數。你記呢組都T上練，哎呦，他多了70分，50分，51，哎呦，這個會超過60分，我頭剁下來給你。好啊，那你做很好。會哦，不行，我不能講太快。對，58，過來，59， 58，59。哦，唔判成功，59分，怎麼判成功？怎麼可能？剛剛戰役有加呢。你們這些人面獸心，我覺得你們太可惡了，我們要娶回家嗎？要娶回家。我覺得就是你。就是你。那本清狗那本書呢？調試了。哇！冇良心啦，冇良心啦。你就是你。對。你超愛領冠軍啊！點解本用呢？沒關係，我也很最想。毒老公心啊！對。俺們董秀看琪琪。我知道你想要換老婆了。排隊，對。天空一下哈。哦。哎，跟吉他拿了吉他。年大細吼，以後啊，身體會較無安好啊，還特在。你有讀過呀無？健康輔導啊，天堂路啊。大教先遠路，大教先遠路嘛。大教先遠路。所以唔驚註冊嘅。唔會啊。麥克風不愛。那個吉他不用的，吉他不用的。好，唱一下我的 feel 來，我的 feel 來。我就在這裡。真是看着你，這就是我的 feel， 這就是我的 feel， 我就在這裡，我就在這裡。來，麥克風。
什么？你要做一个麦克风，麦克风，给你过吧。你要再来一次啊？对呀，这样这个没有拿到。我这个植入性会太高，不好意思。你就而且会剪掉啦，再多次都会剪。不能走啊！在这位骑在当风哎。尿尿啊！我拿尿桶来给你啊！来，沙落咧！哦，沙落了，你不得了。根本要用模空要表演，他们全部躺到去冲个呢，闪太跳，这真的是哦，我们已经无人能出其右，无人能出其右，对呀，真的，这国宝级的，国宝级，对啊，但是根本它有不同的表现哦。听用哦，懂体态呢，正经哦，来，反阳压力嘿，骨宝啊，骨宝基本人物啦，来骨宝，好，哎呀，立秋下先生，先生欢迎来到屏东市，我妈我朋友，对啊，我妈贵宾啊，龙哥，哎，你都去了，欢迎啊，拜一下，可以做了吗？可以做了。你要用没请人来拜嘛？没了，给你啊，你要来公演，你要来拜天公。尊敬，哎，这个，哎呀，拜佛母啊，佛祖，好嘞，像我请狗毛，当拜请唔用啦，都灭山嘛。叫你要假啲強哎，你到正經啊！根本人看，你全部打扮都那魔鬼变呢。啊，我冇改變。我有冇露營的身材，然後干的露腿。露腿哈，他现在腿变粗了，还敢露？你看那油柱啊！那做乜嘅？我做嘛？今日做乜嘅？喲，我哋2錢啊！2錢啊！冇做埋先就做得2錢了。係啦，倉狗，倉狗共樣嘅味道，誒你係這種嘅蒙打講係係唱下流行歌曲，啊要俾公演誒唔係公演啊，5月節哦，肥面無錢，啊要上到啊記唔出該逢先呢。哦，哎呦，這一條歌對佢嚟講係挑戰非常嘅大。來，彈一條記唔出嘅先嚟彈下。心的寂寞来去。
后堂。等后台哎，真的，哎，美空云雀来唱也就不过如此有那种而已 M 嘛，嘎的 feel 哦。对，亚头国还真适合他，真的很适合。对呀，哦，听起来很像在唱歌仔戏这样。没啦嘛，真的唱过你也不会赞美哎，牛情哥。侣哦，哎，没啦我们这个我们囡仔还会讲法，哎，我弄一没啦，下。讲真的，亚头国你就用呀，你去甲本身那个红色的冲来吧，没东后堂，给没另外一种风味啊。基本上作为日本演歌嘛，但是它是 New Enga 嘛，新的演歌嘛，哎呀。然后他的原唱夏春里美如谢琼哦，有点演感，有。其实我特别教歌，我是喜欢教就演歌面头的，迄流行歌曲是喜欢教。哦，其实他，不过平常是专门唱传统三台调，佮遐唱那流行歌曲，都是有要紧张，比唱，没有紧张哦。哎呦，也要去，也是较新潮的安尼，听啦，其实用这家方式表演出来。冲头出来。你这种嘅梦大家讲，高神起就好，啦，今日他有本无超过60本啦，系啦，等他张神七啊。对，人家抽队武功会抽队武功会让你评论啊。对。干就起了了，我系人就笨。好啦，高神起就好啦。哎，新牌色哦，我会讲一下哦，因为大家都讲好嘅啊，我会讲坏嘅。干儿子呢，邱亚欣上。哎，谈到水太嘅问题哦，哎，大家会谈好哦。有。冲嘅清好，冇问题。哎呦，冲嘅清好冇问题。你啊就会记嘅水太嘅问题。哦。最大的问题，难怪这对周干儿子啊！真的，我刚刚还想说要说坏话，我们都有录影存证。真的。唱到会比欣赏哎，还有赏哎，子瑜来哈。对。因为学弟唔敢讲实话，我是学姐。哎呦，我没有录音哦，哎呦，学姐。学姐帮我说。因为看到秋夏是啥，他冇按数字嘛，嗰时候买做在持家讲，所以睇嘅问题很用嘅地方，感情挺好啦。干女，哦，我收你干女儿。等下斩鸡头了，哎，斩鸡头，斩鸡头，洒血嘞。哦，他音量长，我一致好评哦。哎，真的。哎呀。可是还是要看分数才准，刚刚也是一致好评啊。可以。看一下分数啦。我58分就好嘞。哎，不。来，看一下分数来。你今天是要表演小叮当吗？他哪有像他写一个 S 好不好？对啊，他是 Super 小叮当。你名字今天送我神衫，对嘛？我从 Superman 来爱做你嘅 Superman， 太阳心中嘅太阳神。我各位好想当那个飞的哦。不然你先背吉娜好了。可以，来。我什么时候变得好红了？大家都要背我。不想不离你有一些空白破。来，看一下分数来。可以好，哎呦，只有心跳哦，過來。下來到哎，越唱過來冇問題。86分，還有我，過來87分，還有我，過來1分88分。爸爸太發了。向。往後移動。大女台嘅節目，一次重複發。感覺我馬上得金鐘了，這樣。衛冕者寶座。給我欣賞，跟麥苦，我們現在又要加冕儀式。你看對這個國寶級的人呢，開槍哇！那個帶唔落啊！有一個真正的女關公主管來了。女關公主管在哪裡？主管來了。那是老闆娘啊，老闆娘。她算是李大牌，就換3個字推媽媽上黑色。哎呦，這個拿後啊，應該就不會下來了，我覺得。他應該會一直坐在那邊。應該哈。來殺下來咧。哦，殺下來了，不得了。然後邱亞欣賞差唔多。好。因為國寶級別上。咩國寶咧？哎呦，醞釀入味，國
报球的现场来。哇塞！哇，家庭关系。哎呦，你今天是要表演小叮当吗？他哪有像他写一个 S 好不好？对啊，他是 Super 小叮当。谢老师有超呢，有超。你要做下身上，唔係，咁培啊！伊個配一首歌詞，配伊個人嘢，超過4公斤。真嘅㗎！唔都創嘅講慢言寫按翻啊你啊！這位老師，這位老師，哎呦，係啲咧，啊你今日做下身上，對嘛？我創 Superman， 係 Superman， 係，哎呀，哇，也難面咯，未樣版嘅，也以前阿嚴聰啊，都多喺埋出嚟，救死你 ，Superman，還有跳舞係啊？跳那唔好啦，跳落去節拍會對唔到。他個真係哦，講過車技過線上嚟創係一種啊，你要挑戰度嘅歌曲對，所以為了要數歌曲哈，我當認真都會都會練，所以練下來一張嘢要練咧，超過3-4公斤啦。哎呦，真係3-4公斤，所以我講等下這位老師哦，到時候你要聽書一下。你有安排啊？這位老師要買個低筋筋給老師。我跟你說，老師正你剛剛練啊，啲扭頭都唐牙上哎，他唱得很好。哦，正經哦。哎呦，好，那你等下不要幫忙。我幫忙不行啊。來，唐牙，Superman。出日落有一天，我愛你嘅心比做不易要加一點，我對唔過，一直唔厭，就將你行得比我較頭前，日夜日夜有一年，我愛你嘅心比去年要加一點，我對唔過，一直唔厭，就對你吩咐，我一定行到頭前。我愛做你嘅 Superman， 喺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也愛無錢有落線，你想愛當你必定一個身邊，為你想象嘅一天天。你出日落有一天，愛你嘅心比做不易要加一點，愛對唔過，一直唔厭，就將你行得比愛較頭前。日夜日夜有一年，愛你嘅心比去年要加一點，愛對唔過，一直唔厭，就對你吩咐，愛一定行到頭前。我愛做你嘅 Superman， 喺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也愛無錢有落線，你想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愛做你嘅 Superman， 喺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安排嘅事情冇得寫，我也會當你必定你嘅身邊，對準愛你嘅一天天，做你永遠嘅 Superman。不要！冇人改啊！真是冇人改，從流行歌真是冇人改。尤其也有人家嘅這位老師佢新做嘅歌曲，哦，對我哋年紀又較太低咧，嗬，色彩有點像繞舌啊。繞舌，對，就是活到老學到老。對，有冇逢年挑戰一下？有冇要接觸一下好想以下嘅東西？創嘅東西，嚟創一下，哦，等我講哦，一下流行嘅，流行嘅嘛嘅，真係冇用噶。以前條
做企业个流行歌嘛，卖喜言给伊啦，分喜言用，英雄类啊，喜啦英雄类，嘿，充电单用的。哦，那个挑战呀，这位老师呀，Superman，真正抽的哑巴哎，先生，他一摆冲来啦，可能做在超市公斤哦。他一摆可以的，对，冲来个，一摆就冲我们超市公斤。来，那你其他的讲评，来。哦，先来谈一下世军吼，势均力敌。欣赏来欣赏现在创样首歌诶，来听咧就可以满分。满分。因为这位欣赏咧创作的作品啊，还拢可以归类在闹热3大魔王歌曲。好哪3大 ？Superman、容颜，然后最新的就是歌嘎。哎呀，苏狗 You Shuffle 就是都是在反拍啊，我觉得真的好难好，这整人歌曲，真的很棒。哦，有，满分的，基本满分的，唱一下。伊个叫评审哦，客气的是，唔怕来做超人，穷人要救你的。我们来听一下原创好了啦，赵明欣赏用满功。我讲，其实老师还有赖我啊，弄个大地方梦啊用满冲。其实我真的不敢呢，因为老师不能去懂外创歌的呀。然后我说老师，这样你要防范。其实我在发展的时间，老师你旁边超不爱糖。我跟你讲，真的准比流行族啊，基學生嘅創啊行真勁咯，我講真勁咧。你們特別唐先生佢創嘅三太挑啦，哦，啊冇做乜嘅三腳菜茶戲啦，冇做菜茶果喺度嗬，嘅小挑嘅東西，佢加鹽特別準，特別準，啊係特別當批發皮嘅嘛嘅，佢爆鹽爆狀態啦，還有煙嗓，但是它沒有影響咧，佢家做係吹爆鹽，做係吹爆鹽啦，有吹爆鹽。用鼻吹嘢啊！用鼻吹嘢。哎呀，你没有被叫警报警哦！一定没有正经的沈龙谢启国老师来，让我看一下。对，你要掰一下。你要掰了呀？不是2张赞。哇，2個讚！謝謝，都差一個字頭。是。莫咁掐，同埋掐。好來，看一下，掐幾個時間都要拿到一個分，好嘛？來，看一下分數。看分數。哇！俩都哎呦，分数只有金奖，欣賞看到不會幾多分？哇，85，90分，哇，唔會滿分吧？還有嗎？96。哇，我們國寶級的邱家老師，瑟利亞、海瑟亞哈。我們超人要飛過去了，用力了哈！要聲音哦！來，搶高音，坐上衛冕者寶座。Superman！ 好，來殺下來，這是顛覆三觀了。哎呦，最近三觀這個字很紅啊！哎呦，挺厲害的。又顛覆掉哈，大家對感。而且你一定會嚇一大跳。哎呦，會讓我嚇一大跳會驚嚇嗎？好，來，可以哈，可以哈。亞組多大？2 V 哦，2 V 啊，係嘛？2 V。好的，多大係萬人呢？歡迎一下。不得了，這不是捏剪嗎？哎呦，這一組我喜歡。我都想要唱他的南宮。哎呦，2位，哇塞！對啊，2 V 講什麼也很有版語。哎呀，這感覺這個節目真是害人不淺。哎呀，這樣打扮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顛覆啊。對，下面的比較驚人而已。你是不是很希望那個男生是你？哪一個？這個啊。我希望背的是我的。你好幸福啊！你也好幸福啊！好了，跟麥普普嘅青雨啊，我捨不得拿給你。來，衝埋一個。按寬有就會衝嘅。公八婆啊！好，來，談一下，來。
上鼓励鸳鸯，你生古巴婆。好有 feel， 有，等一下，还有心意，不得了，我扭到腰了，两位。今天对你们来讲哦，也是颠覆大家对你们的既定印象，没有错。你们希望，哎呀，有一个还有牛师傅跟他亲戚嘛的，还有2个那样子针锋相对了。哎呀，好赞美。对啊，平常大家看到都是玉女形象，玉女歌手嘞。김文희怎么会有这种突破？对呀，这个对你们来讲会算很大的挑战嘛？对啊，跳脱舒适圈。其实走诶。穿的时候呢，会有点崩溃，崩溃，内心是崩溃，内心是崩溃，对，但是其实蛮好玩的。不过走人就培养感情了，对不对？我看刚刚是有放感情帮你我觉得穿上之后就像附身一样，真的，就是自然而然就会变这样，很奇怪，对，擦汗这样子。于乔多想穿啊，真的吗？下次可以，没有问题。你是想现在穿吗？乐团都穿，对，奖评那边，想要很匀，哇，今天最赏心悦目的一组，爱心送给真的，罗各位好想当那个背的，不然你先背吉娜好了。可以，来，我什么时候变得好红了？大家都要背我。还有刚刚特别看到星宇的表情，真的太会演了，对呀，好想看他演一段那个尔康来那个。尔康什么尔康？那个紫薇对，紫薇跟尔康，你觉得他就这样《还珠格格》？对，《还珠格格》，你把他当马琼瑶戏就对了。孩子是什么？尔康，那个头好大，尔康。真的好棒，真的很棒。还有谁要奖评有吗？还有吗？有没有粉丝要奖评的？叶超你好像都没讲到。叶超。一开始想说，不是要唱流行歌，怎么会穿这样？结果哇，效果超赞！哎呦，真的好可爱啊！很有看头的。对。高，那高，你要背谁？你想要背谁？没有，我只是觉得，又是我吗？我只是觉得他们都互动的很棒，互动的4个人互动很棒，4个人还蛮好笑的，4个人还不错，真的很有感情。真的，我觉得他们表演的很好，对啊，很好。来，吓一跳，会不会把那个谢启国老师挤下去啊？但是那里给他做你们4个人很难做，很难做，真的挤下。对，来，快要分数了啊！看看这哦，2分数了，一个50分嘞，杀了60分，哎呦，怎么停在这？61、62、63、64，这制作单位可以快点吗？整人嘛，对。还有吗？冇嘞，就那个71分。哇，你知道为什么吗，罗哥？为什么？他们表现的那么好。因为我们评审只评2位女生，2个男生的分2个男生扣分是不是？他们没表情的，他们让我们擦汗，这样对吗？背那么漂亮女生还这样不爽。我的公，等一下人家老公去找你。好了，那就谢谢2位了哈。非常的精彩。而且一张椅子要4个人坐啊。讲这今天这个莫空用那个挑战表现啊，制作单位要涌动都行啦，发动都行实啊。嘿呀，一看到讲真的，各位的表演都很精彩。表演，然后这个2位前辈哈，嘿啊，他完全的牺牲，我们看了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真的很感动，真的愿意把个时间哈。来复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棒的不同的一个体验。真的，谢谢你们哈，谢谢。什么公平？对，第一首歌精彩。那个这样子，第1名是不是有奖金？有，颁发奖金，颁发奖金，没有奖金啊？没有，有奖金啊！恭喜谢启国得到5000，目前有1啊。我好高都低啊！个神偷莫用用，哎呀，很假。没有关系啦，有。哎呀，没，不是，他是比较女性化。对，我
是这样。很像在酒吧听音乐的感觉。酒吧，Jazz Bar。所以你有去过酒吧？不知道。我们不会帮你剪掉，你知道吗？哎呦，我这个流行歌曲组的，特别节目很快，很厉害。真的好搞哈，好搞啊，请好收。自从你在边鬼边乖啊，边鬼边乖，食材但是要跟你鬼乖有来嘞。还忙边哦，还忙边呢。好，梦想问题系嘛？感觉安尼做同好呀。系啊，哎，又讲了哈。那个背你们那个爷爷累了，他累了，先睡了，是不是？来换我背吗？来，油呛 TV。哎 ，TV 没请你会哦。新生代的主持人，主持人，还可以主持国术哦，还有国术。好，来分享一下。好来，分享。曾志怡。哎呦，你长这么漂亮，你外八走下来。来讲点好了。开学戏曲的，腿都很开。因为常常要拉筋的。开嘞。真的哦，小时候那种练拉筋很辛苦，很厉害，所以又可以抬到头。对啊，哎，这我们的包袱我买，但它全部都100分哦。自己哦。给家全部讲好怕哦。对啊，给个出海边本年满分。对啊，满分啊！谢谢干妈。干妈。好了，在记得的骗干妈哈，过年过节的要拿红包。有没有孝亲红包？不是那么简单哦。真的呀，一点点就。啊，你唔要。要他疫情啊，穿他色哦。跟疫情无关系。无关，真的小本记啊。过年过得干净啦，对啦，啊，要到过年时，就提断绝关系。我们今天过后就再讨论。顾的做不搞废了。今日带来马该挑的。三个字。哦，特别好教的时间是中国来聊天嘛。爱水脑了数。水脑了数。唔亲好嘞，平板。亲好平板啊，再过来肉三个啊，水脑就是三个字。亲咸的就是三个字。因为俺迄罚单，嗰时候罚单亲手有冲三个字。哦，罚单都会冲平板呀。冲平板啊，还有烧雕啊。挑战去家去冲嘞。对，挑战啊，三个字来。顺吞某有没有？哎呀，很假。没有可以了，有好哎呀，真的没不是，他只是比较女性化。对，我本身就是这样。你是青衣的对不对？你是青衣。青衣是这样。小姐。哦，演青衣要这样嘛，好不好？还可以演老。那我要演什么？老生呢？你应该是静。就是静，或是大花脸。大花脸。
啊，左边我三边拉，你就这样就对了。靠我上推，跟着我一把。有两种哦。这边山珍海味，靠我上追。对对对，所以我们两个可以，他演小姐，我演那个，刚好凑一对，凑一对，就是霸王小姐好，小姐好，霸王别姬啊，霸王别姬，站在烈烈风中。好了好，刚好每一次提到的歌我都会一点点。真的好奇怪哦。好了，邱小老师，唐汉你个秋下欣赏的贡品，欣赏后，干妈不是先讨好我啦，是先讨好啦。唔过有样啦，上个又搞夹又等一下，神宽又好，看到我以前的我，哎呦，好正经哦，一定什么啦？某某欣赏你以前病啊，和他讲，哎呦。哦，要粉书莫过那周等啊，对啊，係咪啊？不择手段的，后面传来一个人说你不择手段。小田老师，你嘅神通非常好，嘿，这个是讲动员吼，你啊很爱欣赏啊，唱歌就要有表情，做唔得一支麦克风徛在坐到个 K 感咋？哎呦，最强两种，唱得非常好，又令人想吼，我相信叫佢分数会不差啦。加油，加油！可以吗？可以吗？整自己嘅分数啦哦，看一下定中哦。哎呦，这有心跳哦。哎呦，你这一下就及格了，你至少不用走那个天堂路。才这样而已吗？这样有吗？够了1分啊，70分，够了1分。哎呦，冇相关，已经来做在抽题章，先抽第一张啦，抽不一手了呀。等下边叫对我们。等下就慢慢抽下来，慢慢抽下来。大家都会曾经拥有就好了，是不是？不会贪心的。好了，按你出来抽啊，抽上 V 面再播 V 好嘛？来，容易。哎呦，自己带一下那个皇冠和权杖。权杖自己拿好哈。给会不会有一张麦克风叠中买？平衡用的吗？啊。暗枪哦，你好像那个中国小姐，什么中国小姐？台湾小姐。她刚好又穿这样子。对啊，亲讲嘞。金乐哥，好适合你哦。对，差。好了，杀落来，你不得了。你有得过金曲奖，很意味哦。得过金曲奖。哦，他们的那个经验就是经过的历程呐。没错，还是罗哥你亲手颁给他。我想他的精力很旺盛。没有，不会，精力也很旺盛。好了，烧给出来了哈，要分享哦。哎呀，你给来一条，越来越正。很温暖，居然还抱得住我，这样抱得很温暖啊！他抱我的瞬间，我觉得我瘦了，怎么回事？羽桥，迄个是创传统的，佮之前的节目当中，敢有尝试过？應該冇。冇，還有替白哈。盲生嗎？第二個節目，第不會替白。阿佩比唱歌有唔係啊，第嘗試過。不卡，自家練習。第偏手。偏手第不會錄就錯咧。哦。啊，今天帶了三太跳的乜嘅東西嗎？三太跳嗎？三太跳。也係手跳。應該算手跳對吧？滿步啊。哎，摸一下。好了，滿步來，彈開來啊！
走什么？请问那发样子，从嘛唔讲法，梦想得到就变心嘞。请问那太爱情用为秘密次次，你先给空你请给不你。好。好，天公你，那比上比下不离啊，每留恋梦。榴莲，莫榴莲。哎呀，我们都是敢静悄悄的进来，很怕出声，不敢破坏这个这么美的气氛，这种氛围。哎呀，好棒啊！哎，准备我出去欣赏。对，老师们好，老师们好。用这种想法哈，用想法，怎么会这种想法呢？编曲的老师编成这种氛围。叶超老师，就是因为我们这首歌只有一个主唱，对，那因为原本这首歌应该是本来有很多主唱嘛，你们不是你们也有办法唱吗？卡佩拉就对了。就是原本这首歌是男女合唱嘛，然后是比较就是那种调情，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改一个角色的人设，就是说自问自答一个妇女在就是在夜深梦回的时候，然后在想她过去跟这个所以歌词要有歌，歌词有歌，歌词改过，这个有下，这个剧本呢是叶超命令我的。你是常常晚上都睡不着，对不对？对，因为他孩子还小，会吵。音乐人都是晚上不睡觉的，对不对？音乐人的肝都不好。哎，真的要传统的歌曲来改编哦，又有新的个呢哈，演出的哈，真的懂。但是哎，听说你们10月又要出片了哈？对啊，恭喜！配合加国的吗？母语的专辑，母年嘅全部就係母年嘅創作。也是改編的嗎？沒可能有2首歌曲，應該有哦，差不多有2首、3首改編。哎，真的呢，傳統的歌啊，注入新的生命，會有不同的這個哈火花哦。希望大家聽了我們改編的歌曲，然後就會覺得很好奇它原曲是什麼樣子，大家更多人可以聽聽看原曲從很遙遠的地方的感覺，然後到現代，大家都是一直在傳唱這個山歌下去，客家山歌一路走過來，對，到現代的演變，這樣子。真的哈，真的。被我原太人的唱情商的唱情商跟我們唱多少啊？唱你個心意後嘞。哎呀，我覺得我沒有什麼資格講評，我純粹就是以一個觀眾的角度，你很有資格。我很聽的歌很多，對，我終於看到他們的現場了，很感動。我終於懂詩慧老師說那種什麼背脊涼了的感覺，真的，你都不知道，他們每一次來表演哈，都讓人家很涼哦，每一次我們都看到，這好像一個很棒、很舒服的一個演出，你知道嗎？氣氛的就是國際級的演出，真的。而且我覺得剛剛他們就是音樂一下，然後呢煙霧彌漫，我覺得我好像走進了一個夢境的感覺，我覺得我好像不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音樂就有這種魔力，好可怕，很可怕，有真的有，好可怕，有這種感覺哈，很好聽，很好聽，對，謝謝，但這樣分數應該會很好，應該很高。在看分數之前要謝謝3位老師，好不好？謝謝3位老師，多謝3位老師，謝謝。國際級嘅表演，國際級表演，看分數啦，可以啊，講個分數啦，看下來一個分數。哎呦，緊張哦！get！哇哦！啊，至少天堂路沒問題，不用站了。哎呦！過來！
85，怎么才这样子85分而已，有啦。哇，赞，那就哎呀，麻烦那个坐很久的那位，你可以坐在旁边了啊。表情变了。等下帮我们女王戴一下王冠哦。对啊，好不好？啊，那以乔坐上魏元哲宝座啊，对。我已经帮你暖好了，东西。好，恭喜。帽子啊，帽子要给人家，你不要带着走，对啊，我们要认份，好不好？要上去做小心呢。讲。走的，当。真的，她真的有点像在旁边服侍的婢女啊。我让他感觉好好，某一项他先投损后面走的啦，等一下再换位置。好，他现在排名第2嘛，对，第2名。等一下不知道怎么样吧？等一下就唔敌，等他唔敌哦。好了，杀下来呢？杀下来你一 B 咩黑啦，睇一個真舒適誒。好。講到佢唱歌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冇問題。但是你唱芒是tan歌佢唱安尼傳統嘅歌曲啊。係嗎？係啊。我唔是tan歌，咩唔是tan歌？我唱電視節目當中，我第一門期看啦，可以表演過。有表演過嘛？好，有唱2 V 啊。好嘞。客語天后啦哦，來你嘅起司咪，四位老師。四位老師，哎呦，在大鹏特別節目哈，是嗎？是冇睇㗎，冇空有編發啦，真嘅，啊，今日要超馬該跳的啦，羅山歌，羅山歌，啲戲要越拉，我哋唱嗰啲係啊，真嘅冇問題啦，羅山歌要改編嘛，要唱嗰個雨橋。係啊，要改編，還係上一個設計氣氛的方式，氣氛嘅有節奏的感覺，有律動的感覺。其實我講，他家平常時常愛唱可能他溫柔的歌，其實我還是比較喜歡 rock 一點。哦，真的嗎？真的還是 rock 或老山歌改成 rock 嗎？或電影那種感覺。天影嘅跳舞嘅哦，我比較喜歡。可以係編發樣版編發嚟。滿山紅髮，開拍線啊，人人係咪就也是嘞？明星。
是有一个摇滚味，对不对？还有那个很性感的舞蹈。对呀，冲起来很对啊，你看起来很素的感觉啊，他奇怪哈，奇怪他冲过就懂。有 sexy 的一面啊，对，音乐好听，他的内在被引导出来。对呀，那个曲调那个关之琳老师有冲过。关明之，哦，是关联之，颠倒过来差很多呢。其实老师我知道关姐唱的韵味，因为它很独特，所以其实花开时间我完全唱不出来。伫迄作诗嘅，嘿，结果后人来就唐秋霞老师的版本。哦，比较做你自己的风格，就是传统跟流行电音的部分，还有 jazz 的部分，给它 get up 起来，用板去吸收，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哇呀，讲真的，迄安尼节目以后安尼传统族吼，全部改编都安尼啊，跳的吧，那种节奏的吧，应该我喊我多客家嘅。勉强那个字体哦，真嘅，我知道真嘅导好。其實我去個阿公咩，係唱傳統歌嘅，結果我當時冇學到，我去個東大上。真的。來，茵老師來講請我們那個啊，老山歌天后，山歌。我感覺咧，老山歌啊，其實用某種嘅編曲方式，唱韓國是會老師老佢唱嘅，有本嘅只新嘅東西。其實老山歌在按你嘅傳統嘅曲調來講係冇版嘅，不過你下有版咧，老佢唱起來嘅感覺就係冇強用。我感覺係講在創新嘅角度來講，其實按樣先做得起人很下多，對你係音樂嘅節奏冇強用氣氛唱到人音，來認識你嘅客家山歌，非常嘅好。真的，以後都係貴慢慢的進發。其實用嘅風景啦，其實傳統歌當到嘅很有深遠的文化。其實係喺時要講，人家就後生人也好，人家就唱客家歌、客家人也好，其實我覺得還蠻有需要再繼續傳承下去，但就要靠老師們啦。係啊，先生哈，後話講話得啦，你們比較辛苦啊。快下，你要付出啦哈，CP43付出，他有會給你準備，看羽橋的位置，會不會換位置這樣？對啊，加油，78，能不能坐穩那個位置嘞？80，還有嗎？還有嗎？還有冇咧？很好了，很好了，很好。羽球剛84嘛，85，85嘛。哦，那你就沒有辦法戳到。沒關係。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挑戰的，有挑戰東西吧，這都當頭吧。我們衝着今後啦，他已經站起來等你。真的嗎？好啦，謝謝四位老師啊，主持人，多謝。子瑜，你不會把位置都坐遍吧？殺下來了一 V， 你真厲害，係啦，算是啊南部代表啦。好啦，歡迎給出來一下啦，哈，你嘅歐巴，林教吧，哎呦，來，世君呢？哥哥好，金剛姐好。你好。世君，你有演繹過這個嗎？傳統嘅歌嗎？傳統歌誒。一數小跳其實我第一擺接觸係馬上破梗，係高中嘅時間。因為是從高中係學聲樂美聲，嗰個時間有，而家應該係有全國鄉土歌謠大賽，有分福佬語系統、客家語系統，對，我第一擺接觸我哋傳統歌曲就係一首歌嘅。我哋南部人一定唱嘅落水天咯。這麼愛南部，他們落水嗎？一條歌就是南部傳嘅嘛。去年我哋出國表演嘅時間，劉清強先生是唱過兩首歌曲，就散樂嘅方式嚟唱。劉金香老師，劉金香老師。安尼客家天師的神烈時節嘅咪，Hello，邱玉蘭啊，邱玉蘭老師嚟唱《落水天》啊，幾種樣？
要跳歌的同时还。系哦，上我的哦，你唱上我哦。唔係啊，你第一拜製作單面風嘅口音，就係一首歌嘅愛改編，就係改編係輕手接觸嘅風格，很多爵士。哦，爵士哦，爵士。我還以為你要改成那個 Stroke 的。哦，爵士哦，對，爵士，這是挑戰爵士。哦，那爵士那個完全爵士女王在上面，手叉腰翹，然後腿在看。女伶爵士女，哎，安尼就看一下陸水田用爵士的方式來改編的彈款啦，好不好？彈款啦，各位觀眾朋友彈款啦啊，來。陸水田，陸水田，陸水流動，愛嘅身邊。在來，有夢烈路，講在條路，真可憐哦。陸水田，陸水田，陸水流動，愛的身邊，有夢在來，有夢烈路。講在條路，真可憐。陸水田，陸水田，陸水流動，愛的身邊。講在條路，真可憐。所以我鹽樂哦，如果種鹽咧冇嗰種樂披合起來，誒嗰都哦，嗰都冇將佢條果嘅，但係披合起來都哦。鹽衝得好，還有樂啦，樂這樣打拼動，老師超厲害，開玩笑，風格就出來，風格就出來。你個小個老師傻逼，得意的笑，傻逼啊！老師真好棒。一種改編的方式，從體嚟看，那位先生的公平。哦，興奮，興奮。我是感覺就很像在酒吧聽音樂的感覺。酒吧，真的 jazz bar 那種。所以你有去過酒吧？媽媽不知道。我們不會幫你剪掉，你知道嗎？就很舒服，很舒服，舒的，我覺得。感覺好像應該一杯紅酒啦，不錯。啊，點個雪茄的哈，對。
对不对？是听爵士乐不就要这样吗？对不对？就是要有那酒雪茄的个烟嗓、烟酒味、烟硝味，还有冬后糖，冬后糖啊，是，对对。哎，英没在这，你该干嘛？咩？其實你也聽過用英研究過，佢嘅你係風嘅韓國佢嘅節奏，佢嘅唱法，然後美國藝術嘅爵士嘅歌動唱，啦啦啦啦啦啦，係對，就是你嘅節奏韓國佢嘅音調其實動唱，所以用英講動唱可能啊，還蠻入你係動最尾嘅結果，咁到嘅研究嘅歌唱作當中用英講動唱可能係太了解片客家人係到美國做歌嘅時間，就唱你係民歌，因為你係公主嘅歌曲。哎呦，講冇迄安尼。給客家人去到個舊金山嗰邊，早期不是很多華人去那邊，你衝嘅客家歌就不給就是我所糖豆的樣子。對啊，所以用英講動唱。好，對，看一下這個文字法嘞。看下文字表嘅文說，來，這。好，來到60分呢，70分呢，75分呢，76分，還有冇？77分，78、79，哇！差一點點。哎，這今年呢，哎，子瑜有點辛苦哎。冇，因為我一下一扎彎係冇，按用下跳，吃下起給撇下腳。沒有，很適合那種。不用站那邊啊。你就很適合那種幫人家暖背的那一種。對啊。因為我今年係外向，故所愛大手愛按用。哦。附送來係冇。你這樣有點像舉牌小姐，就是每個人上就要舉牌的。哎，很有味道啊。哎，沒有啊，有你控制。將杯人按啊，但係佢哋都講唔聽到啊。哎呀，按怪了，你衰退了呀。你衰退了哈。衰退了。對啦，做偷睡一下。冇聽到啊，係啊。而家冇驚爆嚟推下，要啦，又冇咬耳。冇驚睇嚟，要衰退冇衰啊，唔知啊。這個看唔出來。人家見也不看見彩呆啊。係啊。看到衰退了，真的。你睇下冇見過衰退嘛？我衰都衰唔退，人家看唔出來。提升。好啦，有請辛苦嘞，那子瑜再往下做一格吧。有唱露牙，有唱。哎呀，露牙，手當杯。哇哦！殺來。哎呦，殺下來，漢一 V，哇，兩妹不得了。哎呦。係啊。今日要挑戰嚇。今日挑戰，兩妹唔是唱歌，唱嘅兩位歌手要唱歌傳唱，有嗎？應該唔是唱歌，唔是唱歌吼。係啊。哦，今日精彩。都大滿盈啊！可以開就地嚟咯。歡迎你嘅氣炸米先生。吉娜你好，你好。各位评审先生，你好，你要这样贿赂的亲眼冲，真的哦，可是我也看嘞，各位干哥哥、干姐姐，你好，哎呦，怎么那么漂亮？是贿赂的，係嘛？冇啦，他剛才跪下來，膝蓋沒着地。我當建總嘅頭前超暗號。金曲獎的啦吼，歡迎家啦吼，科班的啦吼，舉牌小姐啊，舉牌小姐她是科班的呢，真的啊！你比較想坐哪個位置啊？我應該是幼幼班，幼幼班的，直接去站那個健康還是老人班，老楊班，老人班，我啦，我要對你嚟講係挑戰哦，吼。其實對我嚟講，我要選本自家一個挑戰之外，我要想要考驗自家。其實2-3年前的哈，藝龍謝小林老師有主持過山歌唱來鬧連年，我沒有學到當多傳統客家歌，譬如講客家弟弟講桃園啊、新莊苗栗山太跳較流行，我唱係果片鐵器。高屏，譬如講，大家都談到半山腰啦，瓜子戲啦，水田啦，做那個米農挑啦，對。我講嘅係講，我記得時我就哦，原來有搖兒歌，通常搖籃曲都是媽媽唱嘛。南部嘅時節，當做古老嘅歌曲，爸爸不只要帶小孩，勤耕雨讀，就是晴天要出去耕種，媽媽也要去。雨天的話，生年呢？對付他讀書。唔，爸爸在讀書的時候，小朋友嘅作嘅嘛，西西縫縫，爸帶啊，讀的，生年呢幫我做下，直接讀書，叫安尼。就唱了搖兒歌。好來，唐子偉唱一條嘛，哈，搖兒歌，好來。
冲出是哦啊哦，闹连连哦，哦爱水嘞，从跳山歌是来结缘呐，爱子也没给归来哟，爱给爱嘛该哟，心肝爱哟，给叫快乐。路人看真是哦啊哦，天福树哦，水嘞，头上看真是太赚钱呐，爱子也没给归来哟，爱给爱嘛该哟，心肝爱哟。给叫快乐，下咯下咯。日头对人是哦啊哦，长是哦，水嘞。绵羊是爱来归你，爱子也没给归来哟，爱给爱嘛该哟，心肝爱哟，给叫快乐。生来了，容易哦，生来了，没有，不是要动摇啊，动摇。啊，唔可以演員啊，千真係做得嚟，兩邊做嚟，係要嘛，要冇咁樣。哇！哦，這個歌可以嗎？做得嗎？做得，有冇人上到人講懂人做的？哦，我們真諗一下啦。但是唔加唱歌有嗰種，很快佢就冇叫你。有神樂嘅方式去唱嘅，聲音咁衰嘅。哦，我出來比炒冰箱，炒冰箱定係沒做咪真係吐啊！那有按過分精神，冇按過呀，冇衰啊！哎呀，歡迎佢都會裝鐵鑽啊，做口板誰啦？口板誰啦？因為來吃的就是，我覺得那個傳統山歌本源的感覺，所以講。唔難唱唱出來，可是看到嘅畫面哦，有冇想到哦？以前爸爸媽媽很辛苦，對，不管種田，不管做事，不管吐聲，吐聲音，正經哦，有人有吐嗎？以前的環境真係正經吼，靚奶油，聲油，全部你啊，發燒機嘅，我nhà大肥如何？加肥啊！就不知道那個大肥多可愛，真的可愛哦！不然你丟東西啊，讓他也吃，來，來，哎呦，要按 C 就會吃東西嘞，真的，他還沒斷奶，對不對？還沒，那個換副食品，比小孩子還貼心，真的哦！而且你就是罵他凶他，他也都不會怎麼樣。對啊，我家養了一隻薩摩耶，真的，好可愛。上愛看按電影下個叫的吼，看 MV 啦。對 MV 哦，哎，我的體驗那一首歌 MV 要這樣，不然我演大飛好了。你曾經幫例如評語過嘛？哈，罵啥？用力啊！真勁呢，有評語過嗎？常常啊，你有會罵他那種什麼嗎？我很少呢，很少罵他，真的很少。我頂多就是說啊，你的衣服真借放我下次。都來槍斃了，槍斃了，然後你平復一下。你有欣賞，有仇報仇，沒關係，真的，做得。怕啦。大拜後評審老師讓我評到後，我厲害，我評我真的很難。唔會啊，真嘅。千言萬語說不盡，千言萬語。對，要講真心話，講真心話，一個字。
正啊！谢谢，我係就果園咯，梗係睇佢創業嘅友誼果時嘅，我佢感情相當的投入，尤其睇到個聲音叫啊，心當酸，哦，看見嘢嗬。其實就日本人比嘢話唔了變樣吧，所以佢哋佢創嘅嘢有個食材講創得相當好，創得真好，所以啊，本身請過我，安尼有辦法治下，安尼嘅呢，你干嘛呢？哦，他做很久了呢，这也是我好朋友呢。哦，哎呦，85，他拿起来跟你呛虾，我好紧張哦。來可以哈，好，可以哈，咱們欣賞分數。哎呦，你看看你的孩子有沒有？幫你蓋分數啦。60，還有冇？夠了1分，夠了1分。60，哪有玩了60分怎麼辦？你在哪裡啊？就在那邊啊，多健康啊！謝謝啊，聖爺飯來啦。你還送到給他生日了？今天生人吃飽了。對啊，因為吃飽唔會給你啦。謝謝老師，謝謝老師，謝謝老師。他已經把它記下來了。怎麼好意思？哎呀，戴上皇冠，坐上衛冕者寶位啊！其他人都默默的自己看位置了。子瑜，你很有機會坐滿，坐好坐滿。哦，什麼恭喜12星3。哎呦，音樂，他坐上寶位了。他坐上寶座嘞，音樂來一下。哇！今天我們在這邊見證一個奇蹟嗎？沒有，見證奇蹟的開始。沒有奇蹟，敢不敢用？撒哈利亞族真的是見證奇蹟的開始。真的，一整個把你姐有沒有變成中元節？中元節。剛剛流行歌劇組已經看到很多中元節的表演呢。倆今年中元節了。還有啊，還有中元節了。有哦，真正中元節。都在很滿意，那個變貴變乖了哈。對啊，燒雞給兩啥出了？兩啥？嘿，一堆哦。啊。看到冇嚇到？哦，來看一下哈。哎呦，對啊。分享一下，來。哎呦。對啊，燒雞給兩啥出了？兩啥？嘿，一堆哦。啊。看到冇嚇到？哦，來看一下哈。哎呦，分享一下，來。哎呦，可以有謝槍、林冠廷還有朱炳廷呢，咁嘅。奇怪啊！係啊。今日就唔係中元節啦。明明係5月節啊。做乜安尼打扮哦？係啊。係啊。哎呦。用啥個講法啊？哎呦。有什麼冤情就說吧。給掉兩片。這兩位。也比門看好。看兩片，他們比較接近你們。你像嘞哈。問主持。哎，那有啥抽兩片呢？他現在突然走了一個 model 的台步。哎呦！做嘛？哎，做乜有哎？係啊，裝扮呢？今日中元節。係啊，下禮拜都中元節。今日安尼打扮都在表演乜嘅啦？哦，清貨堂嘅歌呢？冇睇過，有傳統嘅歌係咁樣嘅嘛？咩啊？客家傳統歌那有一種打扮咧，乜嘅歌嘅是嘛？有乜嘅歌嘅是？青年版都就出來了。係啊，早產啊，這樣子好像也有道理，提早過中元節啊。5月節哦，紀念嘅啊，屈原嘛，因為佢跳嘅。哦，就要到屈原滿2個月的時候，幫他過一下。應該2個意思啦。意思哦，總可以。但是有乜嘅歌啊？客家嘅乜嘅歌會最適合安尼打扮嚟唱啊？古色可慕。東邊看
子，你看呐，两片嘅丈夫，当当然呢。莫拢讲包，记着免人呢，记着迄演艺个好向天。上当哟，真叫我好死人哦！天拜看到安多安世界好向天哦！演艺前期的很像。来，大家来看前面哦，来，1、2、3，耶！好，演艺看风水哦，好喽。你常來古所來我看風水，古僧古話所僧所，兩兒同橋，靠樹一家門。线嘛，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胆真小。哎呦，苏拍妹，好，什么？大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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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贵。同高飞两斗了。哎呀，来，麦克，贵大特几了啊！哦，还只有一下拍晒，跟人咧，跟老人家不同對你嚇到撈台啊！老人家嚇唔啱咧，嚇個寫字嘅。這話那個歐貝來，舌頭可以拿起來的嗎？還真的蠻恐怖的。有一點垃圾。你們搞不清楚是你們本來長得就恐怖還是怎樣？真的拿他們來。要他表演用完啦，哎，那邊欣賞，那邊欣賞就公平，清真啊，還有，很貴講一下啦。人家搖滾女貓王。非常 OK。冇乜嘢。有一機嗎 ？Beautiful。哎，你們被國際肯定誒 ，beautiful 係有冇？而家喺度社會講咯，我講係犧牲安排啊，今日嘅兩位真係犧牲相當大。相當大哦。能夠有裝扮出來，當然而希望亦可能會多少嘅，但係最嘅操練係唔會嘅。所以呢，講真難聽講，見你叫犧牲都係樣，也係資助單位哦。發動態時前，你兩曬也做呢個犧牲錢。冇我咁講犧牲一睇，唔做嘅係犧牲一睇。你兩個本來手都喐攰咗嘅，咩係用風內褲唔驚嘢啊？唔驚啊！佢有兩邊嘅本書啦，來。佢睇兩邊嘅本書，我可能主題語2分，感覺很慢3分。7分。天堂路走定了。我感覺你們沒有穿鞋子就有一個預兆。5分。天堂路。5分。天堂路。哇！哎，讓你們升天了2位。你有暗用了。對，沒有讓我們升天，超度你們了。對不對？過來。哎呀，請兩隻鬼。對，2隻鬼到那個去升天吧。往天堂路走吧。天堂路。請下地獄。你知道最開心的誰嗎？子瑜，他不用再換一個位置了，你看。有點怕痛哦。對啊，我應該沒有感覺吧？升天了呢。哎呦。好，提點啦。提點咯。好了。體會張來哦。嘿，然後。不乖的話，罰你跳10下。嘿，給你尊。教我蹲跳來。哎。好啦，慢一個。好痛啊！哎呀，他慢應夾來參加，你唔要打佢腿。唔係。係啊，叫你當口嚟。係啦。
好搞的，来杀下来。哇，杀下来的压轴演出嘞，你看，这两只桂花，还有更厉害的吗？哎呦，哎呦，哎呦，唔敌咧，唔敌嘞，你还会追丽辉在最后面。哎呀，鬼都已经请出来了，还会请谁嘞？哎呀，可以他就敌了，敌在那边像个刘德华一样站在那边。啊？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哎呦，哎你个超的不？哇，哎呦，哎，你要看好人站在哪边再翻，好不好？我靠脸吃饭的，不要这样。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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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个6米贵，哎呀，也10米贵，长得穷贵，成熟长大了，真的，什么？长大。对对对，金朋友哎，从传统的那牛板板啦，平板哦，平板哦，用钱兔子嘅，用钱兔子啊，一下就讲出来了。哎呦，好来，抽点会用钱兔子来。亲爱兔爱子啊，记住苦难当啊，艰难就来心来苦啊。看木看故意给片看的，一片兔子，然后去摆个乖乖的，你计划平常是金雕的，外面乖乖的。哎呦，因为计划欣赏对一条歌的，好嘅，非常有感情，有感情嘅，真係莫講佢車窗啦，糖都會叫我講真嘅，係啊。我第一堂小武創那個平板又來創呢種嘅歌曲，實在真讚，真讚，有種感情創出來，今日堂嘅創，佢真嘅，佢真有好，真乖。創到真的是很好呢，創到好真的又有感情，韻味啊都有模呀，創到是很好，講真的哈，那個情緒啊，都真的哈。因為人家個李條啊老師啊，佢創嘅兔子歌嘅時間就當時我伴奏也青島啦，所以表演也同樣，因為同樣伴奏，所以佢今俾創嘅啊，我一彈到地方也聽李條下飛歌，飛一個功夫去教佢創出，甚至連表一個感情，係佢自家佢表現出來嘅感情，所以創來也相當嘅通人，真實嘅情感，真實嘅情感，什麼？我發覺傳統組有嚟參加比賽過嗎？有來表演過，我知道傳統組做得比較吃寬啊，做得一般吃寬啊，但是經過看一般有超過分數嘛，係啊，有部分的啦，你冇超過那是像話啊，係啊，可以哈，超得部嘅分數，哎呦，哎呦，身上的輕調，然後都60分嘞，72分，80分，破表了，哎呦，各位讓位了，真的表現得好，可以，非常可以。
真的，今天你把你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得很好。高速就会按用。我想要说一下，影迷冲国某十全十美，不过我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次的机会，然后让我下次更进步，这样好，谢谢大家。下次101分，超越巅峰，看得出来你的认真，真的，好不好？加油，谢谢，加油！好了，请登上卫冕者宝座。子瑜还是做好做满了，恭喜，超得过！来，谢谢全场，恭喜，好棒！大滚嘞！对啊，恭喜！前面你们总结，恭喜！皇冠什么就掉了？皇冠要给你戴，人家戴不好。对啊，他太感动了，手在抖。好啦，哇，恭喜，超得过！谢谢啦，谢谢大家，真的。对，今天真的很开心哈。首先呢，你明节个特别节目，特别节目，希望他搞个合意啦哈。他的制作单位真的花尽心思，整年份的节日都过了。对呀，也感谢安尼所有的朋友啊哈。好朋友很有品质情商哈，做出这样的牺牲了，他体会情商，找到自己定位。懂皮肤，懂感动，真的，谢谢各位啊！继续站着，继续站着，打电脑啊！打666去打电脑，还有你看草今天爸爸777百元3亿！谢谢各位啊，谢谢老师，谢谢工作朋友们，谢谢评审老师，谢谢安子 C， 谢谢。来，闹热大擂台，闹热空海。